现在补充药价，半副由原色粉、细肉类、自动云原厂。
常不行。等到毛儿强似虎，背了阴谋不行。小生真用标示混账，第一笔正气混发三级宗祠。母亲长子好举皇后，我本来闭门隐藏作书，会议总在闹神，常年荒流一分，生我调这事，王让亲心才艺，谁叫我方式细叫上。一奉旨清场，将母家门门抄斩。母亲放不到大行罪，母就讲。不料在路中遇见一流情敌，官人死去。不当小生当着小气，说那算唱。一流情精神拼出手。竟要我背着命令祭祀，待到京都面见你手，就在连谷王堂饮酒赴死。你送进我才貌送进，已将生日兰证西配于我。唉，所谓不救民法。岂肯与你就成子女成婚他生我这才了迷糊。
与我正我出访营地。是。小姐在出往营地。贵妃亲上绿来。贵妃，连我夫妻之间，难道连一个称呼都还没有吗？我叫你贵妃，你应该回家我一声娘子；我若叫你相公，你也该回答我一声小姐。不过你有了功名，我称呼你老爷，你也该称呼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二人连一个道理都还没有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今生知道理解，这代母与去难前呀！娘子。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为事。来，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不为事，重见一礼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娘子，刘子他飘香下来，江上里到底有什么？贵妃，你不让刘来在私房做人，私房嘛做事。贵妃，做事难道要连夜用功不成吗？你可笑父亲原谅此故。他倒比起夫人来了。贵妃
也罢了，那么江上女到底有什么事呢？啊，官人，听衙官来说，你总在据所内殿中聚会哦。这是我是啊。唉，个人是与个人是，我的心事有才人知。一人的心事我不知，官人的心事俩是一儿。有人知我心就是此必碰到老先生。我男生非的女才子，从小俩到深夜时，要陪官人的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。好，你既然他去，那么你到陪来。我真要一个。我为家不当也必死，你有彩礼红上到眼江，就是城里人话成人事。莫不是见我来在分得去，难陪官人是才是。夫妻啼哭容颜美，我帮你样子美貌谁
夫妻苦为他一片心。你这样走，我的心苦啊！我心不相见，心欢喜。你到母子哪里来？你不是天堂分子女婢，那你是哪里人？我不是天堂是乱金，你是乱金人子。不定上来分什么？哎呀！你想真经是他亲，这奈他又是妻子又是主人，后生实在担心他，逼迫见他无信心，挖梦挖不难成主，主人之内不出心，也要曾经与他讲。第一个他心是母亲，我伤心更伤。这灯子下面雨纷纷，官人啊，你圣人面前莫再讲，家人面前莫细讲，为妻面前你不再说，你万语无人诉商量。刚关到书房，他就把门儿关上了。是啊，此时此刻我不进去，他不肯得噻，也是难我。等我回房去吧。唉，我刚要回房，他倒叹起气来了，不知叹些什么，等我听他一听。记得要是幸福是但请曲中言。唉，
小心呀，小心！他在路上没有叫我，只看到想念我起来了，等我围着他几句。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！娘子啊，娘子！官人啊，官人！来生啊，来生！叶勇啊，叶勇！你一直三番要排为我的性子，小生不生，料量你不小。你不生叫我怎么知道你？他姓郑的，一力本相为公子，真勇是我的真名。一家人本就天灵落，恩是恩，朝中是奸臣，奸臣上殿去黄举本，将无天下参我美，到如今我失去本服下人，他举目不见一情下龙井里千岁亏我满腹愿为何山羊的园子，太阳的恨，怪不得他成天不肯真净土，可怜他无家可归少亲人，官人啊你许白来莫伤心，亲人万与我夜来追，但不知你的举人哪一步，谁才来与兰真替你把冤水。我的先生到底罢了，你的先生你送啊哪里的老人？这个老夫子，骂你先生老你啊多，你黄银八道被朝中，因为重量多少，却战胜我无心他兄。你以为战朝一字根，偏偏造成无真啊用，小生杀人领勇士，听在你精神老年中。当上老祖宗，你这个却在怎样成全自己当个接生员，怪不得真用天下冤家辈，自己到老不能。你出来啊！你出来！这个什么嘛是不见呀？你不是同朝的杨干，将男生终身去陪我，要靠本事也难上难。小生才与做官主，我将你父子一力战。听此言，心惊胆战，那冤家要在我年4万，我弟弟与我送于妇女庭，好叫兰真真为难。弟弟说将人爱，我也只好真的冤家办。弟弟呀，既是女儿不孝顺，终发为人心太
谁的大事，一到此的就叫官人开门的呀。哦，你谁的大事，一到就叫开门的呀？是啊。哦，晚好。我谁谁的大事，他到底搬起个家事来了。官人啊，你一不起一不拉嘛，为妻快了最好笑。气关气，闹关闹，我与你各人自与路一样啊，官人，你为尊师王在做些什么？都是什么事啊？事事无惊的事。哦，原来都事事无惊，你可别再讲给我听听啊！天生来心儿了，都故事休得忘记。哦，原来官人都故事忘记了，我倒有几句记上你。我的事与你两样，哎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哎，两样的呀。你说不信，我就来再继续你听听看。不要听。啊，官人，我这个人啊，倒有这样的脾气。人家要我呗，我是不高兴呗；人家再不要我呗，那我偏偏要呗。好，那么你背，那么你听吧。哎，要背诗呢，到你上去背。我就是要在这里陪官人听呀。小弟呀，小弟，称小弟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咦，谁叫你娘子嘞？啊，官人，就是你的师长叫我娘子的。兰生啊，兰生，哎呦，你来这造访了师的啊！别人的师长没有我兰生二字，可是官人的师长只有我兰生的名字。哦，你背吧，我总不要听。好，听不听由你。我不是，你哪里知道我心中之事？这什么你乱的小人？好，你背子过来，我是一人不听的。好吧。
么？是没什么。马正现在老爷啊住，你黄银把他在朝中，三眼中了多少，去把我心太凶。你以为三朝分旗子，那天天淘汰了我真用。我小生发在凌云寺，金山的建在老爷中。要不然听说了，哦，我就听说了嘛。啊，这个买银就是你4万这个钱财。哎呀，你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没嘛。大马千岁也4万，父子配套的样子，把男生中正来许配我可你要保本是难上难，要本大人配地位，要把你父子一起上来。好问了呀，好问了，在马前在好问话，你家不为我妹来说，一人家名字把的他们，我要用清风把金写本话，谢你啊谢你，那份心也女其实真正的蓝小子，我在不灵零子遇到封建难平分，小生大爷高官说要把你习惯在去重庆。万一是小心人的，对吗？这个女男生这个要吗？妈，你要叫你男生，这开要我哪里门？我说你真是用意呢，小生快快也听听，小生把你的灵魂，老爷公出来了，现在接着老爷子，就算你要叫自己女男生。我里面这些夫妻情，一等是开娘们，只有你好，你好。我男生们也在处理，你一直抱怨警察很，因为你我不听的来了什么夫妻情，来去，用到瓦堂。娘子这是你的娘子。乃是这海深就是可把你娘子当举人，现在放肆什么？你是我的眼在去啊！在梦来生的眼。去重新将分期，倘若你背在了凌云寺，还不是一封血是将我离，今日你落在相
下子也难避。可怜我们些个夜有辛苦，难道你也是在看我去走西路？将是北京的心无谁，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啊夫？你杀到瓦当去禀告，亲手杀了你丈夫。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的，万望娘子来吵，娘子气呀！冤家一来哭啊哭，他纷纷伤动我皮肤，我发觉了冤家命，还有他报仇真来我为救祖母与父亲，就眼看一郎宁父啊父，在两家生死要我听生死，那年往好处我难分难分。我面对方丈两路，男生肚子也太不啊肚，祖母杀人天下骂，弟弟血水害人啊多，我怎能不救我丈夫？我怎能亲手送他回地府？才是才比分清楚，天翻地覆我不我找到了你，只有你可找不了我。你还信我不信？难为你不会的，就找你去了。我真心讲义，这真心知道往后，要家人岂比无名难报？这娘子对我笑眯眯，要打三针黑子气。哎呦，你哪里疼啊？娘子啊，你慌忙让我挖当啊去，我身子的骨快下地，西西啥子对我的，真得我先学大大的。娘子啥也不起你该上去来父母亲。领导上。
可要小心哎呀，下次我一定小心。这得很，孩子，梅花失去东风地，送来人间美人仙，娘子请问人。